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最近来报道，讲位伫个山东济宁市有一间做卫生棉的公司大赚乌心钱，甲原本应该处理掉的无合格卫生棉、甲红婴仔的纸油珠啊，重新来翻新了后，搁摕出来卖。啊，讲这个工厂内底并无消毒的设备，这个卫生环境互人担心。 一捆搁一捆，仓库内底囤甲最密满的货物，环境看起来阿里阿杂。中国央视也了讲，乌心厂商专门收买有名卫生棉品牌欠点的产品，进一步翻新，才搁卖互消费者。这个卫生巾的型号280。记者深入调查，看到仓库内底囤真侪红婴仔的尿珠碗含卫生棉的本数，卫生纸各拢落伫咧涂骹。人家一等品是从五纯。 就是没有什么一点不干净的车间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废料出来打到废料车间里边垃圾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，然后咱们再拉回来放到咱们这车间，咱的卫生条件达到了，达不到吧？ 为着趁钱，厂商开钱买通企业员工，将原本应该去假喙无好的物件送到工厂加工处理。 员工真是手甲桌顶的尿珠碗大细地做分类，嘛甲伊秀秀咧、拍拍咧，互伊的面仔碰起来，落尾再搁用手定盖包装，现场嘛拢无任何卫生消毒。260的那个啊，那个锅有的时间来了干到最好的时间能干多久啊？30斤能干到15斤，卫生间啊。 那是好品牌，你在网上搜索去，你都从咱这质量。自动的成本大约是1183块新台币，定翻新过每一栋的计数，缩翻30倍。你这一年处理这个废料啥的，能处理多少吨？这一年下来，一万来吨，不到2万吨。 李顶平工业本数竟然搁放落去机器内底，生产做回收原物料，环境清气也无清气，无人知。直接也搁进去行吗？没事的，设备都能给你分出来。就是脏是吗？脏没事。脏点。画面流出来，互消费者是看甲心惊胆颤，都唔知影家己敢会去买到无清气、垃圾的卫生棉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